志明，哎，喂，秦雪，志明，谢谢啊。哎，那不如我请你喝杯咖啡吧。不用，没关系的。钱包呢？坏了，刚才那个戴帽子的人，我钱包。我给你找回来。哎，志明，你没事吧？其实我没事。志明，行了。这是你们钱包，看一下钱有没有少。谢谢。谢谢你，警察同志，谢谢。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别走。秦雪，你看一下吧。还好都在。那就好。哎呀，你没事吧？刚才？我没事儿。真的？没事。谢谢你啊！要是没有你，这该怎么办啊？没事，都是小事。你的衣服，你穿着吧。那我洗给你吧。那好吧，那我送你回家吧。好。今天我们去仓库了，没找到李达，也不知道到底去哪儿了。这是我在李达主页上找到的一些线索，还有照片上的这个男的跟李达的关系最紧密。如果李达被藏起来，我觉得找下这个男人或许能得到一些线索。一个李达就这么费劲啊？这个男人更难了吧？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线索，这个男人经常去一家会所打牌，你可以去那儿看看。可以啊，马季。蝈蝈，你们家马季把线索都给你了，去那儿好好盯着。就是我们家马季可厉害了啊！谁呀？你来这儿干嘛？好久不见，来看看你。你说我要干嘛啊？我坐了几年牢，到处消失的无影无踪。你说我要干嘛？身材越来越好了。这么长时间不见，也想我了吗？这里边的东西你应该清楚，咱们加强合作。
志明，秦雪。哦，那个昨天你的衣服，谢谢你洗好了。哎，你太客气了。哎，你的腿脚，这边，我来吧。今天吃了什么啊？段飞，那个，我昨天把咖啡洒身上了，然后他就借了毛衣给我，我就那个今天洗一下还给他。昨天的事不用告诉我啊。那个他刚才嘴角有点脏，所以我帮他擦了一下。我这个也不用跟我解释。啊，对。你们不认识啊？哦，那我介绍一下吧，这个是韩志明，那个师彤的新助理，我的搭档。你好，段飞。啊，对，段飞。没事，我们先上去。这得等多久？你等人出来为止。我饿。不是你怎么老饿呀？先说好，谁买？我们已经离婚了，你就不要再来找我了，我求求你了，好不好？念在过去的情分上面。我们天浪集团已经和你们公司的韩元仓副总已经有合作了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全力配合他。不可能，我不可能对不起世彤的。别装！韩总，喝了！我只说一句，全力无条件的配合韩元仓。做对咱俩都有好处啊！你妄想！我妄想，你肯定。喂。好好想想，我说这么多是为你好。何兰姐，你说话呀！云师彤。出事了，他现在有危险。走，快上车。时间差不多了，考虑的怎么样？
你这么拖着也不是个办法。你要不是我的女人，我早就不客气了。我早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了。真的吗？有没有关系？我说了算。啊！还是那么倔是吧？何安姐，你饭来上。救兵来的够快的啊！靠边站，靠边！别冲动。没事吧？没事吧？喂，何安姐，这个地方你不能再住了，你得马上搬家，明天就搬吧。没有用的，不管我搬到哪里，他都能找到我的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我们走了。大哥，大哥，干嘛？干嘛？哎，你认识李达吗？不认识。李达？不认识。这不是你吗？那不是我，你有病吗？别吃了。这确实不是他，你衣服都不一样。小九，我听说你找到那个人了。找着了。我跟你说，我对那人够客气了。我说大哥，你认识李达吗？他不但不认识，还他妈挺生气。你傻呀？你这样做，他们会承认吗？哦，对哦。那老大，接下来怎么办？继续找。老大，郑成强是天浪集团老总魏天浪的人。综合照片上来看，郑成强很久以前就认识你父亲，但是不知道你父亲的死跟他有没有关。知道了，辛苦吧。跟哥喝一杯，别碰我！我跟你说，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跟哥喝一杯了，跟哥喝一杯。别碰我！跟哥喝一杯。别我！跟哥喝一杯。别碰！别碰我！你谁呀？放飞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在这儿？喝酒啊！赶紧回家。我不回家，我们再玩会儿吧。
哎，你别扯啊！我送你回家。对酒，对肝，上吧，大哥。对二，来，喝酒。哎，李哥，您跟这韩元仓混怎么混到我们这儿来了？懂个屁呀！人家可是挣大钱的。我挣什么大钱？不把自己小命搭进去，不错了。大哥，咱干完这次，天浪给咱多少钱？该问的就问，不该问的就别问。来，喝酒。大晚上跑这种地方干嘛？万一出了事怎么办？能出什么事儿啊？刚才的事不算吗？因为我知道你会保护我呀，而且还不都是因为你吗？因为因为你不喜欢我。我都能当你叔叔了。再说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我是小保安，我有什么值得你喜欢的？因为你帅呀，而且还会打架，简直就是我见过最酷的男人哦。万一我是个坏人呢？而且我有老婆。你结婚了？那你不会是被你老婆赶出来了吧？是啊，因为她不爱我。那你就跟他离婚啊，我给你做老婆好不好？不好。哎，不送你回家。不行。那你抱我一下。不抱。不行，你抱我一下。小雅，他是谁？他是段飞哥哥。你好。请你离我女儿远点儿。您误会了，刚才是你女儿。刚才你们在做什么，我都看到了。我不允许你再接近我女儿。妈，不是你想的那样。你住嘴！算了，以后啊，好好看着你女儿吧。要是真碰上坏人，麻烦就大了。哎，段飞哥，段飞哥，小雅，上车。没用的东西。大哥，我办事不力，我认罚。办事不力？你说的轻巧，你知不知道要有不慎的话，咱们全盘皆输了。大哥，小伙，这一次是我的失误，我是实在没想到那小娘们偷偷拨了个电话，也实在没想到段飞那小子来这么快。废物！大哥，你听我说啊，如果我分析的没错的话，这小子不是个简单的角色，不可小看。这人势必会影响我们在天海的大业。在天海的地盘上，敢跟我天浪集团人作对，我必须让这个人吃不了兜着走。那是，大哥您看这样，用不用我去通知韩元仓，让他加快行动？程强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要是再把事情给我搞砸了，你马上他妈给我滚蛋！还有，在公司里边，你别老叫我大哥，叫我魏总。知道了，大哥，您放心。哎，魏总，我先去了，大哥。谢谢你救了荷兰。你笑什么啊？谢谢这2个字啊，从你嘴说出来特别奇怪。是吗？不信你试试。谢谢。你看吧，就是很奇怪。你可是红鼎集团的总裁，以后跟别人说谢谢的时候，一点诚意都没有。你怎么跟别人合作，对吧？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练，再试一下。哦。
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不对不对，你看我啊。谢谢。看清楚了吧？一定要是由内而外的。再试一下。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好多了，继续练。谢谢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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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红岭的总裁袁世彤。这就是我们的总裁啊！小王，COCO的工资都发给你们了吗？是的，袁总。可是什么？我知道的好多人，其实还是没收到。高秘书，我已经仔细的对照过工资单和相应的报表，这里至少还有一半的人没有拿到全部的工资。你能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？这大家都等着你说呢。是我办事不力。办事不力，就是办事不力。大家静一静，听我说。有COCO工资和工作时间超长这种事，是我的工作失职。但这只是公司个别人想要中饱私囊，与整个红鼎无关。我知道你们都很辛苦，都有自己的生活。你们每天挥洒着汗水，把全部的希望和努力寄托在红鼎身上，但红鼎却没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答复。所以今天我要代表整个红鼎向你们道歉。我今天来到这里有2件事：第一，我一定会彻查此事，给大家一个说法，这种事情以后也不会再发生；第二，我拟定了员工福利合同。林总，能不能给我一份？我也要，我也要，我也要，给我一份。我也来一份。韩副总的人应该都是聪明的人，我相信你应该知道该怎么做，对吧？云龙，请放心。谢谢云总，谢谢云总，谢谢云总，谢谢云总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来晚了。没关系。怎么了？今天怎么突然间想起约我了？我有些事想问问你。问啊。你知不知道荷兰的前夫是谁？荷兰前夫？你是说郑成强啊？嗯。我告诉你，他就是一人渣。他比荷兰姐大10几岁，而且荷兰跟了他那么多年，他非但不知道珍惜，反倒成天出去鬼混。说起这个人啊，我就来气。继续。就后来好像犯了什么事被警察抓了吧？你怎么突然间问起他来了？那天他绑架了荷兰，要不是我们及时赶到，不知道他对荷兰做出什么样的事情。他绑架了荷兰姐没什么事吧？荷兰没事，他现在很安全。我今天约你出来，是想提醒你这几天一定要注意安全。郑成强这次回来，目的一定不仅仅是荷兰一个。你的意思是，他的目的很有可能是
很有可能是整个婚姻集团。也有这个可能。段飞，你一定要保护好云世彤的安全啊！我会派人保护红顶上下的安全。云世彤这边有什么事，你及时告诉我。这还用你说啊？他既是我的上司，又是我的好姐妹，我肯定能照顾好他。倒是你呀，为什么会对他的事这么上心啊？莫非你和他爸爸嘱咐过，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我承诺过的，就一定要做到。不好意思，2位，想点点什么？老铁，一样。好的，稍等。小李，哎，林总，电商的技术研发进展的怎么样？研发工作进行到一半就进行不下去了。为什么？人事部把我们研发的人都给调走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我也不清楚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会通知人事部，尽快把技术员调回来。你先工作吧。云总，人事部突然间调人，而且调走的还是电商开发部的科研人员，他们怎么会有这么大的权力啊？又是韩元仓。林总，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已经不够了。什么？红顶上个季度的产值不佳，你也知道，并且现在地产项目也在进行当中。电商项目的研发经费恐怕很难支撑到完结了。有些事情啊，不是随便想想就行。另外，这个研发经费问题，也不是我们能说了算的。徐主任，走啊！走，注意巡逻啊！徐主任，你又忘了带工作证了。嗨，我到时候回头带着吧。这位是？这是咱们公司的领导，你忙你的去吧。先生，请出示你的证件。段飞，我都跟你说了，这是公司的领导，你怎么那么多事儿啊？我是在工作嘛。面对一个没见过的人，旁问手的职责，别原谅我了。哼，段飞，你现在胆儿也太大了。你知道这是谁吗？不管他是谁，今天不表明身份，谁都不许走。哎，你现在不错，不错。哈哈哈。老徐啊，我们红顶安保部门啊，就需要这样的年轻人。那个钟诚在安保部门干了这么长时间的领导，怎么还不如这个年轻人尽责？是，不错，没辜负我对你的希望。只不过，这么一个优秀的人，在车库里当巡逻保安，不是太可惜了？安保部门如果都是他这样的人，那我就更放心了。老领导，我明白您的意思了。段飞，有时间找我，咱俩好好聊聊。老领导对你非常的认可啊，我考虑一下你的调动问题。谢谢徐主任。大家好，我好久没来了，
我现在不是尹总了，彤彤才是尹总。我今天来呢，主要是来看看大家，很想念你们。我希望大家和以前一样，共同努力，辅佐彤彤，把红顶呢当成自己的家。拜托大家了，啊，拜托。好了，你们去工作吧。谢谢总。好。爸，你不告诉我有什么好去接你？还应接吗？我又不是不认路，这可不是长久之计。你还要学会自己应付啊。知道了。哎，若涵，你去找周成一下，把我的意思传达给他。好，走。等等，把段飞找来啊。哦。好，走。段飞啊，今天表现得不错，很尽职尽责。当个保安太委屈你了，我已经跟他们打招呼了，提升你为安保部的部长。什么？爸，那廖忠诚怎么办？他另有安排。爸，我对红顶还不是很了解，我还是当保安就好了。段飞啊，我相信你的能力。爸，您是认真的吗？当然，我相信他一定能帮助你一起管理好红顶集团。爸，这个事……好了，就这么定了，啊。喂，恭喜段部长高升啊！我是徐若海，这新的办公环境可好？徐总，挺好的。我给您安排个秘书，他马上就过去。您有什么事儿就尽管跟他交代。谢谢徐总。那我就不打扰段部长了。有什么需要你尽管跟我吩咐。好的。进。段部长，我来报道。你是我的新秘书？是的，徐总特意把我安排到您这儿了。他怎么会安排你来当秘书？不知道。好吧，以后呢，你负责去楼下的保安处拿包裹。知道了。没什么事，你可以走了。小九，怎么了？老大，这人多车多，真的一点线索都没有。算了，你在北门等我，我马上到。那行，老大，一会儿见面说吧。啊，再见，老大。方慧，我是段飞，我有事找你。老大怎么说？北门见。哎，干嘛去啊？北门啊。北的这边。
走。我跟你说，蝈蝈这件事情全都怪你，你知道吗？怎么怪我啊？不怪你，要不是你一天吃8顿，能没有时间找线索吗？我饿。饿还有理了是吧？那我得吃饭啊，那没办法，我，哎，那好像赌场那辆车，是那辆车吗？蝈蝈，就是这辆车，赌场那个光头。那辆车跟着那个车能找李达。上车。小九，你先看看情况。老大，10几个人，李达也在。10几个人，报警。就算有100个人，也要找李达问清楚。怎么样？最近工作还顺利吧？还可以，明天有个会议，我正在准备。会议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啊，是电商会议，这不属于您管辖的范围。明天我只是提前见一下电商技术团队。看来你是真的支持云石彤啊？爸，我不是支持谁。我不想让全公司的人觉得我是因为您的关系才进入红鼎的。在我看来，电子商务是正确的方向。我只关心分内的事情，其他的一概不关心。爸，我明白你的意思，可是我真的不想跟世彤作对。你明白什么呀？你不想和他作对，那就和我作对。你，志明，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和云总啊。为了我？什么意思啊？云总的电商计划虽然很有新意，但是确实充满了挑战，可以说是一场不知道胜算的豪赌。一旦失败，对红鼎的影响不堪设想啊！其实你更应该到云总的身边去，好好的劝劝云总，让他放弃电商计划，这样红鼎才能够恢复到以前的样子呀。你们知道吗？现在的市场千稀万化，一旦电子商务真正的繁荣，我们红鼎依然坚持着实体的商业的话，那我们就完了。我觉得电子商务系统对整个红鼎集团来说非同小可。你先出去吧，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。韩总，您不要太心急，
志明只是太年轻了，锋芒毕露。我相信总有一天他能够理解您的苦心。但愿如此吧。李达的事情处理的怎么样了？哦，都已经处理好了，我已经叫人保护起来了。那就好。只要李达不被他们揪出来，殷世同就不能拿我怎么样。李达，想找你聊天可真难啊！哼，想找我聊，你要先问问他们。好啊。告诉你们，你们拼了命也得给我把李达抱住！我现在就过去。怎么了？韩总，李达被发现了。什么？韩总，稍安勿躁，我现在就过去。高进，一定要保住李达，千万不能让他落在云石童的手里。遵命。金哥，他们追过来了，我们快跑吧！李达呢？不知道啊。他不会跑吧？追！快给你家打电话。喂，110吗？说吧，什么事情？你是段飞吗？你不保安队的吗？为什么来这儿啊？我，你什么你啊？段部长呢？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我现在是安保部长。什么？的代理。段部长亲命的。白日做梦！你要能当安保部长，我还能当秘书长呢。哎，这个小秘书怎么说话的？段部长走之前把这里都交代给我了，我现在就是你的上司，你晓得吧？我现在没空搭理你，段部长回来告诉我一声。
这么跟我说话啊？你这是木无法纪，你晓得吧？目无法纪，不会用词你就别瞎用。这么快就反悔啦？我就说嘛，啊，你只要乖乖的，哎，哪天哥高兴来给你提拔一下。是谁要提拔我啊？叶总，你在这干嘛？段飞呢？段部长有事出去了，让我替他一会儿。替他？刚来上任就跟我玩失踪，把红顶当什么地方了？是，您说的对，您说的对。哎，段部长可能有急事。有急事儿？有急事儿怎么没有先来跟我汇报一声啊？还愣着干嘛？工作去！我就奇怪了，现场就那么多人，咱们是抢李达，他们是保护李达，是谁杀了他？是老大，难道我们背后还有人跟着我们到了仓库，看着我们打的热闹，他渔翁得利？不是，可他杀了李达到底有什么好处啊？与其说他们是保护李达的，还不如说他们是看着李达的。老大，你的意思是那帮混混杀了李达？如果要杀李达的话，早就可以杀了。为什么要等到现在？那到底是谁呀？你们说，李达死了，对谁最有利？韩元仓，对，没错，一定是韩元仓派的人。如果李达死了，他就可以把货流失以及克扣工资的事赖在李达身上，反正死无对证。暂时没什么别的办法了。李达死了，所有的线索都断了。这2天你们辛苦了，好好休息吧。不知道冷风现在怎么样了？是，你说他这个人吧，平时也不说话，不在了，还挺不适应。段飞，你怎么还没睡啊？你去哪儿了？第一天上任你就无故旷工，不让我知道，到底干什么去了？没去哪儿。你脸怎么了？没事儿。没事儿，没事儿。你大半夜回来弄得一身脏兮兮的，过来过来，让我看看。过来。等等，你还是先去洗洗吧。
魏总，您让我注意的那个段飞，已经有眉目了。进来。魏总，高先生，根据我这段时间的观察，这个段飞和云师彤的关系不一般，咱们应早做提防。一个小保安，瞬间变成了安保部长，还和云师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查，得仔细查，这里边一定有猫腻。明白。魏总，您知道您派去保护李达的那些高手是被谁打败的吗？难道是这个段飞吗？没错。这次是我们的疏忽，没想到这个云师彤身边有这样的高手，还请韩副总放心，我们绝对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事情。但愿如此。这次韩副总请您来，是有什么新的计划吗？这个是云师彤最近要洽谈合作的 APP 设计团队。韩总的意思，我自然知道，不用你说。那就好。计划也聊完了，那我就不久留您了。程强，是。孙哥，高先生，请。魏总，这个姓高的有眼不识泰山，口气有些狂妄，要不要我去？你还有脸说？要不是你把李楠的事搞砸了，我们能这么被动吗？魏总，我的错，不会再有下次了。刘天辰呢？哦，随叫随到。那就好，你安排吧。是。哎，对了，把这个计划里面所有的人都给我好好的招待一遍。另外，一定要仔细查一下最近所有和云师彤有联系的人，让这个设计研发电商 APP 的团队尽早走。是。那我先去了。师彤，怎么了？有个事儿很严重，我得跟你说。你别急，慢慢说。最近这段时间，咱们公司请了几个电商计划营销团队，一直没有出现，而且也都联系不上。联系不上？我得先看一下以往合作过团队的名单。看来你的计划进行得很顺利，但是不能松懈，毕竟是死了人了，要注意保护好自己。那个段飞是段宏的儿子，这次他来到天海，一定会去查问他父亲的事情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站在你的后面，全力支持你的。你想要的一切，我都会给你